伫咧新丰这个所在呢，有一个100岁阿公叫做罗美如，伊退休了后，就伫咧国校啊做这交通的志工，到单做20多年，身体有关是真勇健。阿公也讲，逐天来到学校看囡仔上课，心情就真快乐。透早7点，穿好志工制服，手提机啊，准备开始做交通志工的工课。每一个来上课的学生，看到罗阿公，拢好咧讲牛杂。他很亲切，很慈祥，很像自己的家人嘛。对。今年满100岁，罗美如阿公过去是做贸易商，退休后来到国小做交通志工，到今已经20多冬。罗阿公讲会当看到囡仔的笑容，然后家己的心情，逐天拢快活。参加以后，我自己健康，每一天都不一样，都是那个健康度数是。很天气快啊！有时候有一次那个学童他看到罗爷爷你好帅哦听这一句话很高兴啊，非常的感动。罗爷爷已经100岁了还带领我们的志工队。那我们志工队呢，团结一条心，大家都很佩服、很尊敬他。校长指出，罗阿公平常时除了负责学生上下课安全以外，对学校任何代志拢真认真。其实他每天都勤做运动，对我们学校的校务都非常的热心。也因为他的积极，所以他看起来健健康康。我们也鼓励他能够多跟孩子们接触。罗阿公讲，无论落雨天，也是出大日头，家己拢会一直徛伫学校门口，继续付出爱心，保护囡仔交通安全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